像看卖啊哦。啊，牡丹的下底边啊有一个叫做一丁，一个叫做月丁，月灯，啊，咱两个目睭到是日灯、月灯。啊，咱到定定，咱甲想象看，是不是？咱遮就是三拍底，三拍咱的顶有金。是啊。你要甲看去外向，这些外向。眼睛看出去，啊，你再把它拉回来。咱等者闭班时就要上5公斤。是啊。咱这三拍够咧上。啊。够咧上。无啦。够咧摆。够咱家己的。无咧上，唔知用伫的，无咧唔知伊的声，铃声的声，但是啊，所以老师甲咱讲咯，这外上是咧因雷引哦，引迷入悟啦。各位浅想看卖，迷在哪里？咱拢爱看书，所以咱来甲会堂较有困，但是啊，倒去厝就无困啦，但是啊，是吼，各位浅听头是吼。看卖咧，想看卖啊，啊，你是安那？求道的时阵，咱拢会讲师三宝讲师甲讲，咱拢有一个故事。敢是讲咱有一个故事？不是。哈？是，不是。咱拢袂记啊。啊，咱咧故事毋是伫心中哦，各位浅显，咱拢感觉故事伫心内面哦，不伫心内面吗？不伫心内面吗？无错，在无错。啊，安尼是安那发这杯落面，就心经来讲，不生、不灭、不垢、不净，啊来咧。不清、不见、不变。中医的翻译就是不生、不灭、不垢、不净、不增、不减。为什么它不会增减？啊，咱有时啊心会起好心无？啊，才会起一个歹心、嗔恨心。咱这个心有7个字，要用来甲控制这个心。心其实是空的啊。心好心，啊有时爱起歹心咯，我笑出来，莫讲咱好笑啦。啊，你开车开，向一个甲伊整过来有无？向我甲你左转来右转，规头前甲伊切过来，你心内就安那，做爱生气。生气呗。我家在咱拢在默念自真经，所以生气的时阵1、2、3、4、5，这叫改变的秘籍。咱三宝内面有一个五字真经，但是随时随地用来练习，默念念念啊，念伫个心内，其实念出来声，伫个心内你用爱常常念这5字，因为你念这5字，你的心口法度精，你的心口法度精，安怎讲做精？因为念东念西不如念佛。啊，你念佛，你著常常交互连接，敢是？你会常常交互连接，啊，若无，你对一个囡仔愈关爱，你会愈家己也无，你会关愈济无？伊所有做的一切，你著感觉讲你足烦恼，徛伫爸爸妈妈的心内拢足烦恼。啊，下底有做人囝儿时阵，小孩子，莫去念啊啦，莫去讲啊，你讲的我拢知。讲那个我就知道，啊，你看念嘛，没改变啦，但是小孩子是不是会有这样感觉？啊，但是小孩子敢知影爸爸妈妈是爱咱的，伊嘛知呀，啊，无过我浅你敢知影恁的爸爸妈妈够爱你？有啊，啊，你细汉大汉够好，较大汉，啊，所以你拢要 copy 啊，copy 敢挑，copy 啦，爸爸妈妈给你 copy， 啊，你这个 copy 有你的囝，你的囝个 copy 有你啥？所以咱拢讲九行七祖，各位，九行七祖的，这就是你的祖先嘛，往上的你的祖先，7代祖先叫七祖。啊，九行就是你往下9代子孙，你的囝，安尼够清楚？就是七祖，概念是安尼。拿北岛来报个字，你的九行七祖拢是在复制各自的命运。啊，咱到迷茫，咱也有一个比较较好。啊，你感觉你的爸爸妈妈有感觉你应该爱比因较好？哦，啊，你感觉9行7祖是不是就是安尼啦？咱拢希
拍好啊！好，好。好，好，你们整个家族命脉的基因都会改变。你会晓甲恁的囝、恁的孙甲看来，拢会改变恁的九星座的命条啦吼，命脉基因吼。啊，这医学无法度去甲你解释，但是玄学玄学绝对是肯定的。所以咱拢讲因果业报，因果业报伊是一代报一代哦。各位亲戚，即摆我袂使讲。我爸爸欠钱，我妈妈欠钱，但是我会当限定几层，金额若无够大会当限定哦。你金额若上大，才会当限定，袂使呢。你金额若欠伤侪钱呢，你也是在叫命哦，你应该是在叫命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有金额的上限。所以各位亲戚，这个功德刚好，啊那这个乌鸡刚好，唔好啊，因为你的祸延。这拢过去因电脑甲咱讲，所以咱刷落来，咱即摆爱甲咱大家报告，咱由即摆开始，甲咱的不是这一个吼。阿弟，或许比较奇特，是啊，我们照一照面，咱6月。没搞，奇怪。这次是没有改到。哦，现在应该是无概念啦。好，这个没有改到哈，不好意思。咱呢，从现在到下个月那个讲师表啊，咱上课的课程表，各位请写到有哈，好，咱先看迄吼，这没有改到哈，较歹势。咱报个一下，咱来第一班，这一个礼拜的星期，每个月的第1周的礼拜2，咱家拢咧学咧这。第1周礼拜2，学咧这个人啊，会当重点咱的行为，重点咱的思绪。所以从基础开始，会晓跪拜礼，会晓来参持者，比如讲咱参加，咱较拄仔来，就是拢会有鞠躬行。咱刚才其实咱会当用大礼，咱的2、6、3、6、8开，无6的时阵咱用大礼，咱的大礼是啥？明明上帝后手，诸天神圣闪后手，好，然后呢，弥勒祖师闪后手，来呢，南海古河一刻，活佛世尊一刻，愿会菩萨师尊师母点传师，灵宝师，最后全人大众一礼。这是咱来一般活动，咱是安尼，因为咱这叫公共佛堂，后壁佫有一趴哦，备太齐跪，佫有一啥？参加前人以后，来呢，咱佫有付前人哦，付前人以后，各位点传师以后。讲这毋捌听过噶，伊在练啥货？啥物货？伫遐咧一口，这就是哦，这叫做知。各位亲戚，咱改变咱的九元庆祝，咱一定这个D爱 K 知道，然后每天去写。简单的事，时常做，它就会变成不简单。这2个字包起来叫做容易。是，有够